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接到足侪通的来吼，讲阿嬷，你足无意思的哦，你咧游览车顶讲的四句连讲无完，阮想要搁听。好，今日我就来讲互恁听。讲现代少年刚出头，半暝仔困到日中昼，白饭毋食汉堡，手机仔夹咧尻川头，穿衫胸坎结绕绕，哭了看着尻川高，若毋是抱猫就抱狗，阿嬷哪看哪海头。鱼狗放咧肚在芳，3工2工就染头脏，冰青换黄如苍苍。入门敢若伤难，阿嬷袂认的，毋敢甲伊开门，叫是诈骗集团。电脑拍甲火烧心，凉水叫甲规厝惊，撞出撞入撞无停，一年到尾事难成。银行请卡摕去用，也袂趁着开大声。死爱民主手头灵，欠钱咧互爸母还。好言好语伊毋听，网络的朋友哪死命？不幸生着即个撩妹仔囝，爸母想着心会痛。人讲食老爱认老，囝儿时势若出头，有闲老茶加欠泡，身体健康兼润喉。爸母请囝有理念，有时放松，有时严，成家立业无客欠。你若伤过关心，人会嫌。子女大汉有出路，各有理想找前途。人生难免甘大苦，毋免处处甲甘苦。凡事包容天地宽，子女大汉有主权，处处关心个人愿。咱着尊重因的隐私权。食老毋通伤气巧。不时手头要落条条，培养兴趣较重要。参加志工袂无聊，毋通见人就投诉，淡薄仔失意就怪无辜，看人恩爱就食醋。家己的后生疼某，讲伊是母奴，家己甘愿做奴隶，厝内代志拢伊的，人若食饱伊碗紧洗。手若叮当，嘴若咧，我毋知讲到倒一个，是你是伊，毋是我，绝对毋是我。谢谢。